我喜歡馬，去旅行都成日發掘能夠接觸到馬嘅活動。今次去福岡嘅大島住咗2日1夜，上島第1日騎咗馬，第2日做咩活動呢？牧場員工每朝早大約8點鐘就開始開工，首要嘅係清掃馬房，保持衛生清潔對馬匹嘅健康好緊要，同清理貓刺嘅過程差唔多，處理嘅量同面積，貓砂就冇得比啦。做馬嘅鏟屎官可以鍛煉體力，好過做 gym。索所尿嘅地方，鏟起特別重，篩走細又乾淨嘅部分，清走啲馬糞，倒落手推車，然後運走倒咗去。咁樣來回走咗好幾轉。美邊成日教我話睇啲馬糞就知道住喺呢個馬房隻馬係男定係女。紅馬有習性係要 mark 地盤，所以屙嘅位置比較有規則集中，比較容易處理。黐馬就會四處周圍亂屙，掃起上嚟冇咁容易，所以美片神特別關照我，安排一個紅馬嘅馬房俾我清潔。如果唔係，可能會搞成個鐘啊。然後用掃把將四邊乾淨嘅木糠集中到去中央，再運乾淨嘅木糠返馬房鋪上去混合，咁馬房就變得乾爽啦。佢哋每日食15至20公斤飼料，當然啦，屙翻都有咁多，行下會企咗喺度，隨時大解小解。之後仲要清洗手推車先至完成工作。其餘仲有10個馬房要清潔，好彩都唔使我幫手，如果唔係連飯都唔使食啊。佢係0歲嘅小馬 Tolly-chan， 清潔完馬房之後就要清潔 Tolly-chan， 等佢乾淨淨，就要拖佢上山行個圈散步。通過親自護理清潔個過程，騎手可以同隻馬建立信賴關係。馬嘅記憶力好好，邊個對佢好，佢會記住，相處起嚟就會易好多。相反，如果曾經受過人虐待，俾隻馬有唔好嘅回憶，咁隻馬就可能出現啲反常嘅行為，好容易受驚、怕人、暴躁，都係因為馬本身嘅經歷造成呢啲行為，而唔係馬嘅本性。好啦，我哋返馬房扮靚靚先。Tolly-chan身上好多毛，喺野外瞓，成頭黐咗好多黐頭毛，條尾都係，所以由頭到尾同佢擦乾淨，然後再刮清馬蹄，由左邊身開始，前腳到後腳，再行去佢右邊身。佢仲細，仲未習慣嘅過程，唔會乖乖咁俾你清潔，成日會周身喐，所以餵佢食飼料，分散佢嘅注意力，等佢可以企定定，俾你擦毛清潔。以前教練教過，要點樣令佢拎起隻腳，最好由大髀最上嘅位置一路拍，然後掃落去個小腿，等隻馬知道你要提起佢隻腳。刮到最後嘅右後腳，Tolly-chan點都唔肯拎起隻腳，鬥力鬥咗一陣，用鐵爪刮走馬蹄裏面一啲污垢，對隻馬先至會安全。我哋沿路上山，背後呢個係炮台跡，其中一個名勝點。要好似當日咁晴朗天氣，就可以遙望相距49公里之外嘅沖之島。沖之島被列為世界遺產，上面有多達8萬件喺祭祀儀式中用嚟供奉嘅器具。當時嘅人就喺沖之島舉行各種祭祀儀式，祈求航海安全，渡過呢條界海。帶Tolly-chan返去牧場之後，就準備我哋嘅午餐。今日嘅午餐我哋要搬去戶外，喺馬群之中陪伴我哋一齊食。將啲餐台搬咗去戶外之後，只要帶咗1匹馬過嚟，其餘嘅馬都陸續跟住行晒過嚟，圍住我哋。當日美片神準備嘅便當非常之好食嘅，可惜入邊冇草，冇得同馬分享。
但係啲馬一路係咁包圍住我哋，連杯我哋都要攞起，跟住都會俾馬倒瀉。特別係呢兩隻特別為食，好想食我哋嘅便當。我哋一邊食一邊同啲馬玩攻防戰，仲可以一邊欣賞咁壯麗嘅海景。雖然有啲手忙腳亂，但非常之開心。馬仔真係對唔住啦，我哋啲嘢唔可以俾你食㗎，冇得食，咁連台面都唔放過。但係佢好努力咁樣移力去舐個台面。今日大約下午4點就要離開個島，離開之前仲有好多活動安排咗俾我，好似午餐之前，美片夫婦就車我去四圍觀光。喺牧場西面有呢個燈塔，喺呢度可以更近望到沖之島。島上面呢個中將大社中津宮，呢個神社供奉住中將3位女神之中嘅其中第2位。呢位女神就係7夕之中嘅織女。據說係民間傳說牛郎織女1年1會嘅愛情故事，7夕嘅發源地。每年8月呢度就會點起燈，吸引好多人嚟拜祭，同埋買呢度嘅7夕御守。呢條河就係隔住織女同牛郎。個拜祭織女星嘅神社要拉住呢條繩索爬上去。晨早由呢度望向海邊，剛好對正住日出嘅鹹蛋黃，係呢度嘅打卡絕景。再到山下嘅海邊，海中有個鳥居嘅夢之小夜渡。美片神講咗呢度嘅傳說，話如果對男女喺退潮嘅時候行過去個島繞一圈，就可以變成情侶。琴日騎住 Henny 上堂，今日就騎住佢離開牧場，上小山丘去睇風車展望所。呢個山頭到咗夏天就會開滿向日葵，秋天就會長滿秋櫻。喺牧場每小時都過得好充實，有好多活動安排。有試過唔用鞍騎馬，用鐵馬蹄做嘅手工相架，活動接住一個又一個。呢度唔止馬容易親近，連一對狗狗都熱情好客，好想搵多啲時間同佢哋一齊玩。仲有神出鬼沒嘅 Hoppy， 佢比較怕生保，一行埋去就會走開。Hoppy 原本係流浪貓，俾 Marky 神收養咗。佢話以前 Hoppy 更加怕人，而家已經冇咁怕生保。睇下 Hoppy 一路跟住我哋，有啲怕醜，有想同我哋玩。島上除咗呢間民宿爪哇蛇之外，仲有其他啲豪華住宿嘅選擇。不過民宿嘅招待令我有返到家嘅感覺，連早餐都係滿台魚。女仔嘅狗年紀大同埋有病，喺我離開嘅時候都特登出嚟送客。好感謝帶小毛孩同埋喺呢個旅程中遇見嘅所有人，俾我咁美好嘅回憶。到咗夏天，呢度開滿向日葵，我一定會再返嚟嘅。
good thing.